精神分析系列11成熟3階段精神分析睇遍體鱗傷嘅石內伯。焦慮抑鬱，大家好，我係臨床心理學家同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李博士 Dr. Jason Lee。唔知大家對石內伯有咩睇法呢？睇過哈利波特嘅朋友應該對呢個角色有愛有恨，尤其係中意鄧不利多嘅朋友。喺第6集，石內伯竟然殺咗鄧不利多，但到最後一集，佢同哈利波特講：你嘅眼睛好似你媽媽。佢媽媽就係佢一生所愛嘅莉莉波特 Lily Potter。嗰一刻，你先發現佢原來係一個為愛犧牲嘅雙面間諜。石內伯嘅心理構成象徵住一種好強嘅心理力量同好高嘅成熟度。今日我想借石內伯嘅故事同大家講解奧圖克恩伯格 Otto Kernberg 嘅精神分析理論。佢將人嘅精神分為3個層次：一、精神錯亂階段 Psychotic Stage； 2、邊緣型階段 Borderline Stage； 3、神經質階段 Neurotic Stage。最有趣嘅係，最成熟嘅階段竟然係神經質階段。呢個會令人諗，成熟唔係應該冇焦慮同痛苦咩？點解佢係人格發展嘅最高層次呢？今日我會用精神分析嘅角度同大家一齊探討呢啲問題，尋找愛情、生命同人生使命嘅終極意義。影片會有啲深度，如果大家想深入探索自己，就繼續聽落去啦。情景題 A 餐 vs B 餐，今日嘅題目好深入，不如用個故事講解。假設你拍緊拖，有 A 餐同 B 餐揀。A 餐，你嘅伴侶好完美，對你忠誠，各方面都好夾，好似定一齊過一世。但有一日，你發現佢出軌，晴天霹靂。B 餐，你同伴侶唔係好夾，你知佢有喺出面鬼混，冇咩期望。有一日，你發現佢出軌，問題，你會揀做 A 嘅主角定 B 嘅主角？留言話我知你嘅原因啦，可以停一停影片，諗下答案。點解多數人揀 B？ 根據我問過嘅經驗，多數人會揀 B， 或者覺得 B 冇 A 咁慘。點解呢？ A 係好壞，有5個好，1個壞。B 係壞更壞。表面上 A 好似好啲，但 A 嘅痛苦好大，因為你最愛嘅人裏面有一個無可挽回嘅污點。呢個真相好沉重，好似世上最好嘅嘢原來靠唔住。記住呢個意象，我哋會聯繫到石內伯嘅故事。精神分析嘅3個階段：一、精神錯亂階段 Psychotic Stage。之前講過瑪格麗特馬勒 Margaret Muller 嘅理論，話嬰兒點樣區分自己同世界。如果呢個階段冇完成好，就會進入精神錯亂階段。呢啲人分唔清自己同世界嘅界線 Boundary， 冇能力做現實檢驗 Reality Testing， 嚴重嘅可能有妄想或被迫害感。呢個係克恩伯格理論中最低嘅精神發展階段，通常需要專業照顧。二、邊緣型階段 Borderline Stage。呢個階段嘅人自己同世界有清晰分野，但佢哋唔明白世界可以同時有好有壞。佢哋嘅世界觀好簡單，好就係好，壞就係壞，冇中間地帶。佢哋會用分裂 Splitting 嘅心理防衛機制，即係非黑即白嘅思維。例如早排有個追仙氣女神嘅 WhatsApp 截圖，男事主一時將女生捧上天，一時貶到地底，跳通好快。呢個就係分裂，佢接受唔到一個人同時有好有壞。邊緣型階段嘅人好難有穩定嘅社交關係，因為一見到對方缺點就覺得原來佢係壞人，關係即刻180度轉變。三、神經質階段 Neurotic Stage。 呢個係最高層次嘅人格組織。呢啲人明白最好嘅嘢都有差嘅部分，並且承受得住呢個真相帶嚟嘅痛苦。佢哋唔會扭曲現實，而係勇敢面對。石內伯嘅故事，神經質階段嘅典範鄧不利多嘅脆弱。喺哈利波特第6集，鄧不利多同哈利去揾佛地魔嘅分靈體，佢要飲晒啲液體先攞到，但飲嗰啲液體極度痛苦。鄧不利多叫哈利逼佢飲，飲到後期佢崩潰求饒，但哈利堅持，最後完成任務。呢個情節展示咗邊緣型階段嘅特徵，
一個好強大嘅人都會有脆弱同痛苦。之後，鄧不利多法力大減，反倒霍格華茲就俾石內伯殺咗。石內伯嘅心理重量，石內伯殺鄧不利多，其實係執行任務，換取佛地魔嘅信任。佢係正派嘅雙面間諜，承受巨大心理壓力。佢要殺自己尊敬嘅鄧不利多，保護哈利波特，仲要面對對莉莉嘅愛冇結果。呢個叫認知失調 （cognitive dissonance），即係行為同信念唔一致時嘅壓力。例如大學迎新營被欺凌嘅新生，幾年後變成欺凌者，因為佢哋扭曲現實，覺得世界就係咁。但石內伯冇咁做，佢承受認知失調嘅痛苦，冇變反派，仲一直保護哈利。呢個就係神經質階段嘅表現。愛情線，石內伯對莉莉嘅愛，石內伯一生愛莉莉，但佢冇同佢一齊，反而要保護佢同 James 嘅兒子哈利。佢對哈利有時刁難，有時保護，但從未越界。佢將痛苦化為動力，守護哈利，展現好高嘅心理成熟度。結論：焦慮同抑鬱並非軟弱。今日想講嘅係，焦慮同抑鬱唔係軟弱，而係我哋同現實接觸嘅代價。神經質階段嘅人面對真相會有痛苦同焦慮，但佢哋唔會扭曲現實。呢個係一種勇氣，好似曼德拉咁，坐咗10幾年監，承受巨大痛苦，但冇放棄信念。人生唔係每個好人都有好結果，但面對真相，唔扭曲現實，先係成熟嘅表現。希望大家重新理解焦慮同抑鬱，呢啲感受係我哋活得真誠嘅代價。霍格華茲分類帽，格萊芬多行動型防禦機制，史萊哲林分裂型防禦機制，雷文克魯理智化防禦機制，赫夫柏夫壓抑型防禦機制，哥布林具備反移情能力的治療師。披子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